今日同大家講解下膝關節常見嘅疾病。OK， 咁呢度咧就係我已經畫咗唔同嘅區域。咁第一個位咧係菠蘿蓋。OK， 咁菠蘿蓋嘅話，佢撳上去嘅疼痛啊、壓痛咧，通常我哋會多見於呢個叫做髕骨軟骨軟化症，又或者髕骨嘅關節炎。OK， 咁啊第一個點。咁啊第二個點咧就喺髕骨嘅下緣兩側。OK， 第二呢兩個點。咁啊第二兩個點咧壓上去有疼痛咧，通常我哋多見於一個半月板前角嘅損傷，又或者髕骨下嘅脂肪墊嘅損傷，就兩個點。OK， 咁啊第三個點咧喺內側。OK， 第三點咧就通常撳落呢個壓痛咧，有可能係半月板嘅損傷，又或者係內側副韌帶嘅損傷。OK， 咁啊對側啦，第四點咧就係嗰個半月板外側嘅損傷，又或者係外側副韌帶嘅損傷。咁第五點喺度啦，喺頸骨內緣啊。咁啊，跟住呢度架上疼痛咧 ，OK， 通常我哋多見於呢個叫做鵝掌肌炎嘅係。第六點咧，呢個位撳上去壓痛咧，就多見於一個髂胫束經綜合症。第七點啦，就啱喺個髕骨下緣。OK， 呢個位咧，我哋多見於呢個叫做髕腱炎。OK， 通常又叫成日跳躍膝啊，呢個位神痛。第八個點壓上呢個脛骨結節軟骨炎，啱喺個脛骨個結節上面嘅壓上去嘅疼痛嘅。咁啊第九點咧就喺個髕骨上緣咧，咁我哋通常呢個叫做股四頭肌嘅肌腱炎。最後一個咧就喺膝頭哥嘅後邊嘅 ，OK， 即係有啲人伸唔到直咧，疼痛咧就係一個叫做膝關節嘅膕肌肌腱喺後面。OK， 咁呢啲我哋膝關節常見嘅疾病。